2000年农业发展条例并用的农地买卖的限制过后，25年来农地放纵的28000人作为农舍，几多还需要提TT农业期，而今年路变做迄个提农舍的无听错的农民，农地本人操作到起太价，老农民要靠卖地来赚钱，后生农民才买唔起农地，安尼恶性循环，台湾的农业听错会无救哦。农委会前一阵呢，都提出农业用地兴建农舍办法被修正案，要修正农民的定义，同时唔免农民都是唔得买农舍。本但农业单位公告实施的，唔过受到其他的压力。先前内政部讲还有个熟悉各方的意见，为错都会做到农地农用，几多人希望农委会某个求到转移哦。唔过也有农民认为讲，因为区的规生人呢，让农地都是唔得起价咯。呢度农舍受访议题，农委会主委陈宝基实地发言接触咨询家下，同立委相吵比赛。你来讲，你卖农地是要盖农舍的吗？哎，这不一定要盖农舍、对呀，但是人家就要盖农舍啊。我只有限制农舍、我只要是农业，我只要限制农舍啊。我来讲啊，我若是自然农，我得当盖农舍。你起码讲从事农业，这个耕作者啊，你是谁要来认定？唔过今日一个礼拜，本等农业代就要修法公告的农业用地与农舍办法，那么疯传出门外公告消息。苗栗立委陈超明直接透过农委会同行政院澄清，故所央行修法内容是漳州的公告实施，严惩暴击，明目八报。台北市现在一坪土地标售最高1004万，如果以苗栗的土地来讲，大概可以一坪换我们山坡地的农业区大概3000坪。哪一条有法令规定农村的土地不能涨？因为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些改变，让这些问题能够停止恶化。然后接下来，就像我刚刚所说的，我们必须要做更大的尺度来看整个产业的事情。做第5年代，农委会公外修法过后，就引起地方农会同乡亲的反弹。有农民认为，辛苦的20年都冇简单就望到农地较好解，冇想到亚时节农委会竟然外来主动。你好想海拔做条路，你係咪農地係有價值？海拔去做工業，推廣，去做乜嘅條路係有本？睇下咩上去發展，睇下上看有地嘛，冇可能講1世以上去做農啦。睇下咩人想，當時捱到呢度農地一甲檔30萬買每人愛，後端你按多年呢，就因為有開放農舍興建。山坡地呢，價格了要放起來，所以講農地了起價，對了辛苦的其他台人的農民係一個福利。專家學者講，修法批味道外確實做到農地農用，韓國顯出操作農地價值的假農民，對實際有地耕種的農民其實唔會有影響。不是說你買了農地就是農民，啊，你有的農地就可以蓋農舍，農舍是一個特許的，你一定是要跟農業經營有相關啊，你有需要才來申請。如果是真正農民，他本來就是農民，他的農地就是農業使用，那符合相關的辦法，比如0.25公頃，他就可以蓋1/10的農舍，這個絕對會是沒問題，絕對會引起農民的這樣的一個權益。地好好農地方，總係一棟一棟長長的農舍，農地未安尼冇貼地，利用市刺激率70%內進來經驗，運用鼓動農業發展，韓國農民的利益。強化政府行外考慮反正韓國求職地位，提出好政策。香港新聞節目準程做下報道。